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阮家欢迎收看2月18号礼拜二的中嘉台南电新闻。虽然武汉肺炎的疫情紧张，不过咱嘉义区有一名接受居家检疫的民众却失去联络。市府伫公布大名叫做花淑珍以后，伫网友的协助，暂警方伫新竹找到。18号透早将伊送转来台南，继续伫厝内检疫。对此卫生局认为干严重影响社会恐慌，将处以相当的罚款15万。嘛，成为台南市第一位被公布大名的违规个案。花淑珍小姐因为爱居家检疫，却失去联络，引起全国关心。上个市府记者会客满大批媒体，阵容相当庞大。市长黄伟哲甲2位副市长以及民政卫生等相关主管拢召到。首先，民政局长先说明该案发生处理的过程，最后警方找到带到病院检查，目前并无任何异样的镜头，继续留伫厝内。面对该名女子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而且无端造成社会恐慌，所以卫生局将这出违反居家检疫相当的15万罚款。昨天呢，大概昨天晚上呢，大概就已经找到了这一位这个个案哈，回到大概清晨呢，我又回到了这个台南也是在居家检疫。那我们也根据中央指挥中心的这个律定哈，就是有第2次的这个违规的话呢，会送这个检疫所啊。那这一位呢是只有第1次，那我们会根据他的这个行为标准，还有这个违规的事项，还有他这个造成的影响来做裁处了啊。这个如果他违规呢，是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第58条，那裁罚的标准呢是1到15万。因为他这个故意呢失踪经过这么多的人力，还有劳到大家的这个关心引起社会的这个混乱呢，我们也接受这个市长的指示呢，会从重量刑。虽然会中市府并无清楚该名女子为什么伫19号居家检疫解除进前2天却违规的动机，嘛无了解因厝内人为什么调工隐瞒。不过毕竟违法是事实，市长黄伟哲会中再次强调，不管是居家检疫，还是较严重的居家隔离，一旦失联，相关的程序上当就是公布相片，请市民到三共找。这个程序就是这样子，如果个案失去联系，以检疫的居家检疫的个案失去联系的话，那我们会请行政机关、民政机关帮忙协寻。然后如果走完所有协寻的程序，再没有办法联系到的话，我们会公布他的姓名以及所在的行政区。那如果经过在一段时间的没有办法联系到的话，我们会公布照片，像这样公布照片，这个照片是示意图，不是本人。因为他本人已经找到了，我们不需要再公布照片那我们必须要公布他照片，因为希望说网友帮忙，希望说社会大众帮忙赶快站在协寻维护社会大众安全，维护公共安全的这个立场，赶快把这个个案找出来。市府强调，不管公布大名还是相片，并不是处罚，而是重大疫情的做法，希望赶紧找到袂影响公共安全卫生。市府大动作，嘛希望提醒目前台南也有1000多位居家检疫，甲10几位居家隔离民众一定要配合。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因应武汉肺炎疫情，但市这个要求脱药的机构，卖加强防疫工作。市长黄伟哲18号的率队前往示范脱药中心，了解因防疫情形，并且担任一岗的老师，亲手教因正确洗手的5个步骤。市长要检查一下。因为烦恼武汉肺炎疫情，教育部宣布各中小学延后开学。真侪家长选择将囡仔送到安亲班来照顾。为了确保台南市目前已经上课的私立幼儿园
补习班以及安亲班会当落实各项防疫的整备工作。台南市长黄伟哲除了要求教育局要加强防疫稽查以外，18日阁特别带队前往视察，并亲身示范洗手的步骤，加强小朋友防疫的观念。洗手的正确步骤，什么？帮我们介绍。湿搓松捧擦，然后嘞，手势嘞。内外夹弓大力丸。哇，那什么时候必须一定要先洗手？吃饭前、抱小孩前、上厕所后、游戏后。我们幼儿园、托儿园他们的这个防疫的状况，那发现最重要的是洗手。那洗手，他们因为过去曾经有肠病毒的流行，所以洗手的工作大家都做得非常到位，小朋友也都配合得非常好。那接着第二个当然是对于卫教的宣导，许多卫教的这个题目小朋友都答得上来，甚至尤其是对于洗手的部分。那对于口罩的部分，现在行政院已经提到了就是说对于儿童口罩的部分，7天配送4个。那其实1个礼拜上学5天，而且事实上是不需要天天佩戴口罩，是有这个发生可能的这个疫情状况下，那对于这个发烧筛检以及这个有发生咳嗽的小朋友，他们如果到校的时候会佩戴口罩，然后请家长领回，这样的一个情形下，我觉得其实对于防疫工作在幼儿园的这个环节，应该是做得相当的到位。那防疫工具的整备方面，包括消毒水、包括酒精，包括这个口罩以及其他的环境清洁用品，事实上也都这个准备齐备。那如果还有不够的地方，或者是还有准备还不很周全的地方，我们市政府教育局以及社会局一定全力来协助。务期在2月25日开学的时候，这个部分能够不要有任何的缺口。毕竟儿童是未来的主人翁，儿童开学现在还没有发生社区感染，所以说学校的这个学习还是继续，学校的进行还是继续。所以呢，我们这个部分会一切如常，但是要在高规格的防疫的前提下，会把这个事情做好。也希望说，这个对于我们小朋友的健康的守护，能够这个守护到非常严谨，滴水不漏。黄伟哲另外表示，国内对疫情的监控相当的严谨，台南市目前也无出现确诊的病例，相对来讲是比较安全的城市。但是在咧料敌从宽、御敌从严的原则之下，要尽量做到疫情滴水不漏。因此，要求各单位要加强防范，确保市民的健康安全。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随着肺炎疫情加一波寒流的严重影响，台南关会中心一定伫各关会站周边挂上欠货看板，其中偶信会阁特别欠。关会中心再次呼吁民众发挥爱心，养成定期定点关会习惯，得当保障会库用货需求。来到台南关会中心，会当看到也有固定来关婚礼式的民众。不过，根据职工表示，这阵因为武汉肺炎的缘故，加上天气个变寒，比较起来，关会民众也是有明显的减少。对此，台南关会中心表示，目前上欠的就是偶信，无到7天的库存量。虽然除了向关会人发出 email 解释，甚至直接打电话来邀请，嘛伫每一个关会站周边挂起欠货看板，相当显目。关会中心强调，得希望养成关会人定期定点关会习惯，以免受到寒流等外在因素影响。目前这几天的天气温差比较大，那请大家注意保暖。那目前各血型以 O 型的用量最大，所以它的库存比较不足，安全库存7天。那还是希望各位民众可以定期定点来捐血，然后维持血液的库存稳定。根据关会中心表示，目前除了固定的关会人会员以外，病者临时有紧急的需求，因得联合部队、公司或是学校等团体会员来支援，同时启动调拨机制来保障用货需求，然后爱心无限来帮助有需要的人。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
为着咱后壁区嘉田村有一块农地，在当前被当作路渣再利用的处理场，但因为管理无好，造成周边的农产污染，被列为污染控制。虽然去年已经解除列管，并且开始种番麦，不过经过台南社区大厦的调查发现，不止该农地部分的土壤也佮有路渣反应，农民所种的番麦丛嘛死去，所以社区大厦希望市府来了解处理。地处环保局已经马上立案调查。画面当中看到的这片田，虽然看起来无啥物特别的，但是会使看到有一部分的土是非常的白，而且也无任何的作物来生长。这是因为这个所在伫11年前是不锈钢炉渣再利用的处理场地，但因为管理不当，所以伫莫拉克风灾的时阵造成周边农地的污染，所以也被列管成为污染控制的场址。虽然伫2013年解除，但是经过台南社区大厦的调查发现，这片土地伫2019年开始种番麦，但是也出现了部分的土地无法度种出物件的状况。经过因的检测，发现有过超标的状况，才会造成番麦的死亡。这一块后壁的那个铬米污染事件，其实是2009年我们检举的。那2009年的时候，在这边的农地里面啊，来了一个那个不锈钢炉渣的一个混碎厂。那这个混碎厂，它这边混碎完以后，它可能有炉渣堆跟有它的粉末堆。那这个粉末堆在莫拉克的时候啊，像小山的粉末堆就冲到后面的农地，所以造成当时很有名的铬米污染事件。那很多的农地表土上大概都有1公分的不锈钢炉渣。那最严重当然是这个污染那个不锈钢混碎厂哈。那当时他所采取的整治方法是上下翻土。那但是事隔到现在，在2013年，台南市环保局也解除它的土壤管制的列管。可是土壤管制列管以后，当我们去种玉米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它很多的玉米就局部性的，只要不锈钢炉渣在表土多的，它基本上都无法成长。那简单的讲就是铬含量太高，造成那个玉米的中毒死亡。社区大厦也希望环保局未来伫处理这污染的部分，应该要将伊整个刨除。也因为过去并无安尼的状况，所以种出来的番麦敢会使食。社区大厦也希望农业局会使介入来了解。那我们要问的是说，当土壤没办法种植植物的时候，这个土壤其实是生病了。那最大的原因其实是我们的整治方法或者我们对土壤整治的要求不够严谨，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后果。那我们呼吁未来环保局在重新处理的时候，应该是把那个不锈钢炉渣刨除掉，然后再去翻土。第二个，我们要问农业局，这样的玉米园，这些玉米到底安不安全？他必须给我们台南市民一个答案。环保局回应表示，18号上午因已经派人到现场勘查并立案来调查，后续嘛会联络地主并进行采样的检验。一旦发现农地有炉渣的存在，也将会要求提送改善计划并限期来改善。另外，农产品如果有受污染的可能，必要的时阵也会会同农业局会勘并进行处理。保护土壤，保护土壤，台新闻部为采访报道。保护植物，保护。由市府社区委外经营的中青公寓，因为环境完善，当初认为会当使用坐台南的时段，同时新闻单位嘛答应会设立湿地专区。但是经过议会民政委员会实地访查，却发现该中心上悬会当使用200层，目前却无到一半。同时嘛无建立完整的湿地专区，需要求检讨改善，尽速来完成。台南市伫81年所兴建的中青公寓，伫105年整修转型规划作为多层级的照顾机构，并委外来经营。也因为环境甲设备的完善，原本期待会使造福大台南有需要的长辈，但这几年收容的人数拢无超过100人，距离上悬的200人限制，也佫有真大的成长空间。对此，议会民政委员会也到现场了解，除了听取业者的报告，也向社会局要求应该要针对合约来做滚动式的调整。
原本有规划失智专区，到现在也拢无设置。医院也认为委外单位有必要来执行。我们有发现，我们预期的是希望能够达到200床，也就是目前看到了，我们希望是达到200床的这样子的可以使用率。那很明显的，从105年委外至今，都没有办法突破到100床啊。那甚至我们再三非常期待的是，因为公部门的厅舍它是设备比较完善，那么提供这么好的一个条件哈，对于这个失智的这个照顾专区，到目前为止好像也没有设立。那我们希望说，这个长青公寓哈，这个占地非常广阔，那也经过了耐震补强跟室内装修全部的装新过以后，委外的这个长青公寓，在使用率上面能够再加把劲。那事实上，我们在长照2.0的时代，我们非常多的长辈是很需要这样子的失能的一个照顾，或是说他需要一些有一个空间让他能够减缓他的这个失智，所以我们请这个社会局这边能够在对于这个在不违反当时的委任契约之下，去滚动的去检讨他现在的使用状况，那是否可以把一些现在普遍的长辈比较需求的项目能够再增加人数，那就它的收费的标准能够再做一个检讨。我们今天希望说能够社会局这边能够来做一个沟通协调。委外单位的人员表示，目前因的人力不足。虽然失智专区并无开放，但是也有使用混合式的照顾，收容的也有30几名是失智症的。社会局长陈荣之也表示，对议员的建议，也将会甲委外的单位来做检讨，并讨论失智专区的设立、收容的成长比。也阁有真侪民众有需要的日照中心的需求，也将会做伙来做讨论。但新闻郭博仪采访报道。先休一个，马上回来新闻现场。预防肠病毒，常常我们会教小朋友湿拖冲捧擦，其实现在也是一样。正确的洗手方法是用水弄湿之后，手背要搓一下，把所有的可能沾染这个病菌的地方，或者是飞沫的地方，或者病毒的地方，都要搓干净。接下来把手洗干净，洗完之后呢，这个水龙头也要冲一冲。接下来把手擦干净。噔噔。大家好，我是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中国武汉肺炎疫情持续扩大，如果你的亲友从中国回来，请提醒他们，返国14天内有发烧、咳嗽、呼吸急促等症状，请拨打1922防疫专线，提醒国人注意防疫资讯，避免前往有疫情的地区。请大家勤洗手，有症状戴口罩，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森林吧！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时代作家杨富敏、江儿、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你刚从中国大陆回来吗？特别是武汉地区，提醒您：入境如有发烧、咳嗽或呼吸急促等症状，请向机场或港口检疫人员报到。入境14天内如有出现类似症状，请立即拨打1922防疫专线，我们将有专人协助您。就医时务必告知您的旅游史、接触史、职业别及有无群聚现象。勤洗手，咳嗽戴口罩，保护你我健康。相信大家都捌听过僵直性脊椎炎这款病症。医生表示，有人对20岁就开始发病，会比5岁左心中痛，或是运动伤害所引起的。不过其实是完全无同。
医生强调，这是发炎性质的下骹疼痛，所以互民众只要镜头在赶紧看医生，唔通拖到最后变翘骨，就做麻烦。根据疾病风湿免疫科医生陈昭宇表示，僵直性脊椎炎是慢性自体发炎的疾病，上主要镜头就是下骹疼痛，上只发生就是透早要起床的时。记录印度一位60岁患者女性，其实30外岁就已经有镜头，拖了要30天，已经严重翘骨，才来看医生。所以提醒民众，一旦有相关关节痛痛超过3个月，得赶紧就医诊断。僵直性脊椎炎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症状就是它会有一个发炎性的一个下背痛，病人大部分其实都是在40岁以前其实就有发病的状况。然后背痛的话其实就是它是一个缓慢的发生的一个过程然后病人不会一下子就觉得说他很痛，一般来讲就是说有一点点觉得怪怪的然后之后才开始慢慢的演变成痛的状况。这个疼痛的其实情况其实大部分都是在可能会在半夜然后尤其是睡觉睡到一半在下半夜的时候开始痛起来，然后通常一般来讲会伴随一个早上爬起来的时候他会觉得下背的部分会有一个比较僵硬没办法活动的一个状况他痛的位置通常是在下背的地方，可是病人会觉得说，它的位置不是到非常的明确没办法用一只手指头比出来，然后大概就是在下背一直到臀部的地方，然后大部分的人可能会觉得说，两侧臀部它的痛会跑来跑去，会有一个交替性的一个疼痛的状况这样子。医生进一步表示，僵直性脊椎炎依照伫台湾的盛行率算起来，大约有4万人有这款疾病，其中艺人周杰伦就是。加上该疾病对发病到诊断确定，平均是5天到8天，连医生嘛拢会疏忽。所以医生强调，民众相关的镜头一定要提高警觉，避免失去用药物来当早期治疗的效果。电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有一句广告是讲电脑嘛已经拖到，不过事实上现在电脑也个接牛呢。为伫家里的跳舞业者，伫中央补助，就对国外引进接牛呢的聪明机器，到现在不止节省人工，而且产值提升2成，牛呢品质嘛相对增加。讲到接牛奶，通常拢会想到是采用人工的方式，不过现在因为畜牧业欠佳问题严重。家里一间人牛牧场就率先为荷兰引进智慧节能的机器，也因为有了这套现代化机器的加入，牧场即卖牛奶产量不但提悬20%，而且品质嘛更较好。引进这套机械，我安尼用2天半，我增加20%至30%，所以因为拢贷款买，所以迄个贷款的压力有减少啊。我因这套机械最主要是要省工无毋对，也毋过我想要爱就是互牛搁较舒适、较自由，会当互伊搁延续伊的延长寿命。啊，另外一步就是讲对伊搁较优先友善，它的使用年限当然就会拉长。我要的不只是让产能提高而已，我还要让他们更自由。市长黄伟哲嘛特别到现场亲自了解处理的过程，看到这样有效率，就向其他牧场业者推荐，会当向中央申请补助，购买科技的设备。中央这个计划补助了这个部分的费用，但是市政府一方面也要努力去提倡，因为台南是重要的一个酪农产区，我们不管是在柳营、嘉里，还有其他的地方，都有许多的牧场。那在这些牧场里面，我觉得其实不管是为了缺工，或者是为了提升乳制品的产量以及品质，以及乳牛的健康，我们觉得其实我们都会努力来推动这个智慧机器人的广泛应用。这点是我们希望说农业局跟中央农委会来合作，努力来达到这个效果，希望能够既解决缺工，又能够提升乳品质的产量。台南是台湾正重要酪农产区之一，智慧农业嘛是未来发展趋势。善用科技的进步，不只会当解决欠工的问题，对着产品的品质更加是有保障，对着动物来讲嘛更加优先。所以期待透过社会推广，会当吸引更侪业者的投入。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现在赶快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
明仔是好天，又是这份天气，温度13度到22度，热落雨，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2月17号的中嘉台湾电视新闻，咱再会。